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7月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旅游行业比较特殊啊。每一次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首先恢复的、首先报喜的，一般是旅游行业。一到黄金周节假日，各大媒体官方宣布的都是出行人数创新高，各个什么飞机票、火车票、高铁票全部售罄，很难抢到。各个高速公路是吧？就开始堵车长龙，各个景点人头攒动，人山人海，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都以旅游的景气度来说明经济恢复了，受到这个创伤。现在旅游行业首先传来好消息，一般都这样。但是这个夏天似乎旅游行业也迎来了自己的冬天。2020年暑期从旅游行业传来的消息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是旅游行业系统性的低迷，甚至是崩溃，这个毫不夸张，绝不危言耸听。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旅游行业，又一个坚持不住的要躺下的行业。往年的7、8月份正是全中国旅游市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绝对旺季。只要大家路过街头巷尾的旅行社门店，那里一定是人头攒动。打开朋友圈，海边、雪山、大草原的9宫格照片根本刷不过来。亲子游、研学团、毕业旅行、家庭长线出游，本该在这个雷打不动的黄金窗口期集中爆发。全中国的旅游从业者，从写字楼里的老总到景区的夫妻店，再到风吹日晒的导游，大家都早就准备足了线路，交满了定金，眼巴巴的就指望靠这2个月把全年的收益给稳住，甚至把上半年亏的钱给赚回来。但是2020年的暑期迎来的却是所有人预料之外的绝对的冷清，甚至是寒冷。当拿到统计数据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麻了，手都是抖的。这是一位在江浙沪包邮区从事了10几年旅行社业务的老朋友 A 君，昨天摘下眼镜，揉着太阳穴向我诉苦时说了原话。江浙沪是什么地方？那是全中国消费力最强、最舍得带娃出门旅游的核心客源地。可 A 君手下的几家门店，今年暑期传统跟团游的订单量直接暴跌 50%， 直接腰斩。 50% 是什么概念？这就意味着腰斩，意味着门店连付房租和发员工底薪的钱都凑不齐。 A 君跟我说，前2年行业日益深陷内卷，大家心里都清楚日子不好过，就是大家都有预期，觉得这个旅游行业也是一天比一天差，但没想到下跌来得这么快，跌势这么猛。哪怕是去年同行之间把价格卷得天昏地暗、刺刀见红，大家咬咬牙省省开支，好歹还能混口热饭吃。谁能想到2020年这个本该救命的暑期，订单量能跌成这个鬼样子，直接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防线。这仅剩的一口剩饭，眼看也要保不住了。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个别沿海城市传统跟团游过时了，那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近2年在网络上大热，被无数人奉为诗和远方的资源大省新疆。这2年全网都在刷阿勒泰，新疆旅游在热搜上天天红红火火，外地游客的飞机、高铁和自驾车如潮水般持续涌入，独库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但就在这样一片看似繁华的景象背后，一位在新疆当地专门从事地接业务的朋友 B 君却苦涩地向媒体透露，今年暑期当地哪怕是往年口碑最好、手里握着独家车队资源的头部地接社，订单量保守估计也下降了 15% 到 25%， 而占市场绝大多数的中小旅行社订单量直接腰斩，业内可以说是一片哀嚎。 B 君无奈地叹息说，往年从6月开始，我们办公室几部客服电话就没停过，各地组团社的咨询电话络绎不绝，天天熬夜排单子。今年倒好，到了7月，电话还寥寥无几。全中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依然火爆，但是不再有游客愿意找旅行社提供服务了。这种景区热火朝天，旅行社冷若冰霜的尴尬局面，
像一把钝刀子一样搁在每一个新疆旅游从业者的心口上。面对本该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暑期旺季，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茫然、恐慌与失措。每天开门营业，看着空空荡荡的门店，再看看网上铺天盖地的退单申请，那种绝望，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而这绝不是一两个人的矫情，这是一场覆盖全行业的系统性的灾难。有研究院某机构此前面向全国5000名旅行社从业者开展了一项2026暑期旅游市场调查问卷调研，当最终的数据图表拉出来的时候，整个调研团队都沉默了。数据显示，全中国超过90%的受访从业者明确反馈，今年暑期的门店订单同比出现了大幅下滑，不是微跌，不是微调，不是持平，而是大幅下滑。他们的跌幅齐刷刷的集中在30%到50%这个惊人的区间。90%的门店在哀嚎，30%到50%的订单在凭空蒸发，这撕开了行业最后的遮羞布，宣告着全中国线下旅游服务业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深层危机和信用危机。我们再来看一组冷冰冰却极其残酷的工商注销数据。有媒体公开报道称，仅仅在今年2026年的前4个月，全中国就有超过2000家旅行社注销了工商执照。大家要注意，这只是前4个月，那时候暑假还没开始呢。更残酷的是，据业内资深人士私下估算，如果再加上那些虽然还没有去工商局走完注销流程，但实际上已经大门紧锁遣散了员工，名存实亡的僵尸社，今年上半年被彻底出清的旅行社数量，保守估计已经超过了6000家。如果按照这个恐怖的出清速度卷下去，2020年全年被淘汰、被活埋的旅行社数量极其可能直接突破1万家大关。1万家旅行社又有多少人要失业呢？我们就平均一个小旅行社10个人，那也有10万人要失业啊。1万家意味着什么呢？根据官方统计，国内目前旅行社底数，也就是总盘子只有7万家左右，这就相当于全中国每7家旅行社里就有1家以上在今年彻底关门大吉，老板卷铺盖走人。这哪里是什么行业的正常调整？这分明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系统性崩盘，是一场毫无防备的行业大海啸。曾经养活了无数导游、计调、司机和门店经理的庞大产业链，如今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正在一片寂静中加速坍塌。这就是媒体报道的2020年暑期旅行社面临的困境。本来是旺季，结果订单暴跌50%，好一点的还暴跌30%。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怎么旅行社行业也不行了？所以说叫繁华背后的致命伤。为什么没有人找旅行社了？有人可能会问，不是天天看新闻说出行人数创新高吗？为什么旅行社却活不下去了呢？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呢？真相很骨感，不是没人旅游，只是没人愿意找旅行社了。这种崩盘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积压到2020年全面大爆发的结果。首先，疯狂暴涨的供给与日益锐减的需求。从2019年到2025年，国内旅行社数量从3.8万家一路狂飙到7万多家，近乎翻倍。也就是有很多人抓住了疫情以后旅游的势头，很多人都要出去走一走，要放飞自我，要获得心灵的自由。在这种大潮之下，很多人瞅准了机会，一头扎进旅行社旅游这个行业。所以短短的6年，也就是旅行社翻了1倍数量。在这庞大的增量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缺乏研发能力、售卖产品和渠道高度同质化的中小型旅行社。整个行业看似供给庞大，但整体质量低下。而另一边，国内客群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散客主导特征，自由行成了绝对的主力，传统大包团占比持续萎缩。
现在的年轻人和家庭一部手机就能搞定所有的车票、酒店和攻略，旅行社过去赖以生存的信息差优势彻底消失。第二个，那就是内卷走入死胡同，擦边球时代终结，只剩下20%的存量市场。什么市场呢？就是老人、亲子、商务，却有80%的旅行社在里面疯狂的抢食，就是卷这个赛道。为了生存，大家只能走上唯一的一条路，持续降价，疯狂内卷，从跟团游到租包车，从小包团到定制游，价格一降再降，利润空间被极限压缩。很多门店即便能签下订单，刨除交通、住宿等硬性成本后，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一旦遇到行程临时取消，直接就是亏损。更致命的是，2025年起，官方和平台相继重拳出击，文旅部连续曝光惩治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购物、无证经营。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也在今年2季度搞了违规经营专项治理，下架了数万个低价游商品，封禁了成千上万的直播间。以前中小旅行社还能靠低价低标带去购物返点这类擦边球方式的苟延残喘，现在这条路唯一的生路也被彻底封死。无产品、无流量、无技术的三无旅行社，除了死别无选择。他不死呢，内卷就更加加剧。那稍微有点实力的旅行社，他也干不下去，所以只能出清。第三个原因就是适龄旅游人口不可逆转的断崖式萎缩。什么意思呢？对吧？这才是核心原因。如果说缺乏竞争力和平台打击是外伤，那么人口结构的改变则是直接抽干了整个行业的水源。支撑暑运、亲子游、研学游的基本盘是学龄家庭。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已进一步跨过800万整数关口，跌至792万，创下新低。官方口径的适龄旅游人口就是幼儿园在园加小学1到5年级学生，这个是亲子游、研学游的基本盘，暑期游的主力军。那这一部分人是急剧减少。2024年这个数据是 1.23 亿人，也就是幼儿园在园和5年级以下的，那这个是 1.23 亿。2025年降到了 1.15 亿人，也就是直接就少了将近800万。仅仅1年之间，暑期适龄旅游人口基数，这种亲子游就这种研学游这基数就少了将近800万，降幅高达 6.2%。再往后推算，到2030年，这个客源基本盘将下降到7300万上下，6年时间缩水近 40%。这种少子化导致的结构性退潮，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单行道。单靠大批亲子学生撑起的长线旅游暴利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成为历史。为什么没有人找旅行社了？这么几个原因，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就是适龄人口它是不可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减少。那第三个，那就是兜里羞涩，兜比脸还干净，兜里没钱，与审美疲劳，游客越来越人间清醒。我们来看一看消费者端，为什么今年大家都不愿意大手大脚的花钱？第一个，吐槽的太多嘛，人出来了，钱没出来。文旅部的数据说得很直白，出游人次虽然在涨，但旅游收入的增速不到人次增速的1/4。大家的钱袋子确实在萎缩，超过62%的家庭在主动增加存款，压缩非刚性支出，这个是谁也没办法，大家都是在预防性存款，非刚性支出都是在压缩。就业环境的不确定性，让年轻人在面对大额非必要支出时格外谨慎。以前亲子家庭暑假走一趟西北、新疆，动辄几万块，眼都不眨。现在呢，算算账发现，一家3口跨省折腾一圈，门票、机票、酒店、机票轻轻松松破万。这笔钱够孩子上大半年的兴趣班，或者够家里几个月的柴米油盐了。于是大家主动砍掉长线旅行，选择优先挑选成本低廉的本地休闲，近郊露营，或者干脆躺在家里吹空调。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孩子越来越不愿意出去玩，因为他们有手机有 iPad， 到暑假呀，他宁愿玩游戏，他也不愿意到处什么研学游、亲子游。
他就是亲子游，跟你一起去了哪儿，那也是在宾馆、酒店里面玩手机，在景点玩手机。所以家长一看也就算了，何必逼他？你以为你带他去长长见识，看一看，但是他们不想，他们就只想玩游戏。这实际上是家长一种自我妥协。一看当前社会是吧？你再努力出来也是送外卖，你研学游学得再好，还是送外卖，开网约车，最后还得个名声，说你爱好开网约车，那你说你找谁去？找谁说理？冤不冤？所以家长就祛魅了，开始对吧？自我和解。第二个就是景区景点的千篇一律，这个咱们说的很多了。现在全国 A 级景区超过3万家，民宿40多万家，数量在疯狂膨胀，内容却在疯狂退化。每一个古镇长得都一模一样，卖着从同一个批发市场进货的廉价纪念品，街上全是一样的连锁奶茶店，走到哪里都是臭豆腐、烤肠，再加上一块我在某某地很想你，或者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某某某，烂大街的网红路牌。实际上这个所有的古镇也不古，那些东西都是这2年才盖起来的。咱们的仿古啊，那简直出神入化。你摸一摸那个烂木头，很多那个大殿一看是木头的，油光发亮，实际上它是水泥的，很多人不知道。你以为一看有400多年历史了，上面还裂纹，实际上它就是3年历史都没有，2年才盖上去的，哪有什么古迹？真正的古迹是不让你进去的，它要保护，能让你随便上手摸的，那绝对不是古迹，你放心，对吧？正因为这种复制能力，所以全国到处都是古镇，而且千篇一律，都一样，是吧？古色古香，那都是做出来的。所以你玩了一个古镇，你再去下个古镇2刷，那是什么意思？那几个意思？游客花了高昂的旺季溢价，在烈日下暴晒排队数个小时，结果发现去不同的地方只是个地方，换个名字，逛同一条商业街，都是来自义乌的或者是温州的纪念品，都是长沙臭豆腐，都是什么烤肠，花了大价钱出门找罪受。这种极其糟糕的体验让中产家庭迅速走向理性反向消费和微度假成了主流。这就是这个暑期旅游行业遭遇当头一棒。本来这是个旺季，尤其是暑假亲子游、研学游，那简直是本来是各大旅行社这个时候要狠狠地赚一把，没想到今年降日冷，寒意要吹遍每一个角落，真的是每个角落它都不放过啊。实际上仅仅是旅游行业吗？不是这样，旅游行业被称为经济的晴雨表和末端神经，因为它本质上属于典型的非刚需享受型消费。当人们连大门都不愿意出，连1-2千块钱的旅游团费都要反复掂量的时候，说明寒意早就已经渗透了各行各业，旅游行业只是最后表现出来而已。所以我们再看别的行业一样，你比如说民航与长途客运行业空有运力，票价雪崩。航司和机场今年同样欲哭无泪，为了填满飞机的座位，2026年暑假机票价格从处于近年以来的第一位。运力可以靠排班硬排出来，但坐飞机的人和他们的钱包是排不出来的。没有了高客单价的长线商务和度假客，不少机场吞吐量实际上出现了负增长。燃油附加费被迫下调，各大航司在旺季只能靠打折机票苦苦支撑。现在机场居然是负增长，也就是机场的人一个月比一个月少，一年比一年少，你说这怎么整？这是民航这个客运。第二个影响的就是餐饮和零售业，从精致锐极到极致穷鬼。前几年大行其道的精致餐饮、高档日料、高端烘焙，今年迎来了史诗级的关店潮。大家发现没有，商场里那些人均200-300的餐厅现在冷冷清清，反而是各大品牌的穷鬼套餐、平价小吃、社区食堂人满为患，连白领们最爱的连锁咖啡、奶茶都不得不把价格死死盯在9.9块，甚至更低。这说明什么呢？大家现在把每一分钱掰成2分钱来花。餐饮与零售从全国关闭的餐饮店每一年比一年多，这已经说明问题。第三个就是教培与儿童经济产业链全面缩水。我看有网友说，前几年国家重拳出击的教培行业双减，记得吗？
应该是5年前双减，正因为双减政策，所以说新东方他不后来去直播带货去了吗？双减政策是干什么呢？规范整顿这个教培行业，可以说是一刀切，但是没多长时间就死灰复燃。大家都有印象，我在北京我是深有体会，就那一年教培行业好像是转入地下，人家只要一举报你就完了，转入地下，后来很多越来越少，但是没过1年就死灰复燃。怎么复燃呢？反正人有办法，所以说你就会接到很多教培打的推广电话，你家孩子要上什么辅导班吗？后来越来越多，没2年就恢复了，恢复跟以前一样。就这样的教培行业整顿都没整顿掉的，说今年也不行了，为什么？不需要整顿，他自己就不行了，因为市场没了。到了暑假，很多家长已经不再逼着孩子去上辅导班了，你爱上不上，你要真不想上就算了，你要想上，家长还得考虑考虑，看你是不是那块料。毕竟这钱不容易，这一个暑假的辅导班，多则2、3万，少也则好几千。所以说今年我看网上报道，连这个教培行业都惨了。你想国家下大力气整治的都没整掉，输给市场了。随着少子化和适龄人口的断崖式下跌，首当其冲的是幼儿园和小学，全国幼儿园一年关停2万多所。这种压力正顺着年龄线往上爬，儿童游乐场、早教机构、兴趣班、母婴用品店全部面临无娃可招、无课可卖的窘境。不仅是政策原因，家长的预算收缩让整个儿童消费产业链都在经历一场痛苦的缩水。所以我们很久以前就说了，你这跟小孩相关的产业都要萎缩，没有办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房地产如城市服务时代巨轮正在转向。作为过去20年经济火车头的房地产，现在情况咱们也说了很多了。二手房挂牌量天量积压，新房销售举步维艰，大厂在优化，高管在降薪。曾经不可一世的 IT、金融等高薪行业，如今人人自危，大批白领阶层在断供的边缘试探，连带的建筑、装修、家电、中介等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成千上万的从业者在一夜之间发现，原以为稳定的饭碗，突然变成了瓷饭碗，一摔就碎。所以说各行各业都差不多。你比如说最近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燃油车，燃油车6月份是下降39%，新能源汽车下降10%左右，这是同比，这是内销，国内的出口不算。你想哪个行业经得起这么下降？刚才你看旅行社、旅游行业下降30%到50%，这个暑假6月份新能源汽车、燃油车综合一起下降是20%，分开看，如果只看燃油车下降了39%，只看新能源汽车下降9%到10%，哪个行业能扛得住吧？你就说一说。他不裁员行吗？他不压缩开支行吗？所以听完这些，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过去那个靠水货产品、靠信息差、靠时代红利躺着挣钱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对我来说早就结束了。我以前做过旅游，我在节目中也说过好多回，直播的时候那是25年前、26年前，那是2001年大概那样子。我以前直播经常说，那时候卖机票不像现在你在手机点一下就可以了，那时候卖机票不是这样子的。买机票在大街上得机票代理点，但是机票代理点买票，比如说北京到成都是1400，完了有的还收你手续费，就是你买1400的票原价，完了之后还收你5%的手续费，有这样干的，有的收3%。那个时候，那你想卖机票，你就必须给民航部门你得申请，有各种资质，要拉专线等等，反正一般人申请不了。那我们也卖机票。怎么卖？那就很厉害了。有人他承包了，比如说北京到深圳的北方航空的一个航班，人家30万直接交给航司，这趟航班的票我来卖。过去都这么干。好，他比如说30万，他一算那个座位，一共是300个座位，那就是他的成本就是1000块嘛。好，如果他能卖1200，一张票他就赚200。那时候从北京到深圳大概是1800或者2000吧，我这是举例子，大家就知道这个意思就行。那他就对外卖1200，他卖给谁？他卖给同行。那我就跟他去1200拿他的票，我卖，比如说原价是2000，那我就卖1600，我一张票赚400。那我怎么卖？实际上就在报纸上打广告，北京到深圳原价2000，这里只要1600，
好多人真打电话买，一买我就赚400，他一买他把名字报给我，他把名字一报给我，身份证号一报给我，我这边告诉那个同行，那同行他就那边他就去出票去了，票就打出来，把票送给他，一张票赚400。那个时候这还不算，因为这么一竞争之后，很多航空公司他自己也卖票。我记得川航自己也卖票，川航卖票在哪儿？在西单民航大厦那1楼，还川航卖票厅，他那里面有20多家航空公司都有，什么川航、北方航空一大堆，国航、东航都在民航大厦1楼敞开卖票，你就直接去把身份证往那一放，你说我买一张从哪儿到哪儿票，人家就给你打，不收手续费。我怎么卖？那时候这个航空公司他对外他也打折。但是很多旅客他不知道，因为他也不做广告，他也不宣传，他对外打折。他当然了，他是对旅行社打折，但是实际上客户也可以买。他比如说川航的从北京到成都原价是1400，我就做广告，我就卖900，那你好多人就来买。实际上我就是客户要买，他把电话，他把他的身份证号、名字告诉我，我就说我跟他约好，你就在地铁1号线，在西单那站下完之后你就出来在地铁口等着我，我咣咣的我也跑到西单民航大厦。跟他约好时间，去了之后到民航大厦，就打电话让到那民航大厦门口，我把钱给我，他给我900，身份证一给我，我就扭头就进去大厅里面买票，我买是500。为什么500？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认识人，就在门口，就在柜台那儿说我是啥旅行社的，我是哪个旅行社的，我要一张票。那售票员根本就不管，就呱呱就把票给你打出来，你把身份证给他，打出来把钱500一交，我转手就赚400。出门的时候把票给他，身份证还给他。下次来还得找我，实际上他自己去买一样，自己买也是500，他自己就进去买。但是这就是信息差，那没办法，那个年代这就是信息差，这是这样。所以聊起来这个事，我再跟大家说，这就叫信息差。实际上对我来说，信息差现在早就没了。我那个干了几年之后就不干了，因为信息差越来越小，没有信息差了，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说，靠信息差、靠时代红利躺着赚钱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后来包机打折都不允许了，民航规定不准这么卖票，所以全部一刀切给限制住了。那后来我们卖张票就从民航给返你5个点、3个点的，那才几十块钱，比较累了，所以就不愿意做，利润比较薄了。一张票挣个7、80块钱太难了，那个时候还得给人送，是吧？而且万一那个客人出点事，他都不要了，那你票还不好退，所以你还有损失，所以后来就不做了。主要是信息差，还有一个。那现在你看拿手机上买也是打折，但是打折那是民航自己打折，民航对所有的消费者打折。当然了，其实也有的民航它对不同的消费者你买的票不一样，如果你是老客户，你买的还贵一点，新客户买的还便宜点，因为人家这叫大数据杀熟。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你买的贵一点，如果是安卓，那你买的便宜一点。现在经济进入了一个结构性调整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这些普通人底层牛马市场韭菜怎么办？凉拌。按照高尚文说的洗洗睡，实际上第一个就是要放弃幻想，现金为王，不要盲目投资，这个我们天天说就不再重复了。第二个怎么办？降低预期，主动进行个人消费降级，不能再大手大脚花钱了，消费这块也得降级。不要再为所谓的精致生活、中产符号去交智商税了，对吧？那些高昂的跨省长线、奢侈的轻奢消费，能砍掉的就坚决砍掉。消费讲究实用性。如果你还在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不管是开网店、开餐馆还是做服务，请记住放下扩张和赚大钱的执念，把活下去放在第一位，砍掉无效的推广，收缩不赚钱的业务，精简人员，依靠老客户的社群去维护基本盘。如果你是打工人，不要轻易去触碰公司的红线。在卷不赢的时代里，保持情绪稳定，多学一项能够直接变现的硬技能，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兜底的能力。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